Yeah. Oh, okay. 诶，咱这个，OK，诶，咱今仔日就当开始直播啊。你讲有声音啊？背景的声音，应该无讲介大声，啊，无要紧啊。因为你重点是，毋是游戏，就是游戏会当帮看。哦，安尼，来，嘿，大家阿慢，吼今仔日咱即个做直播，然后顶届咱有试验，就是做红牡丹第一篇小说的，要安怎讲，就是带大家读了后，会当知影讲安怎写台文啊。其实就是毋是讲一定爱学台文还是啥，毋过至少就是讲，我家己有即个想法，想讲会当甲大家小解一下讲，咱一方面是台文的作品，用台语就会当读，用台语去写的，而且就是内底的文字，虽然是汉字甲罗马字但参做伙写，毋过就是其实会当全部拢写做罗马字。这对咱的语言文字的使用，就是有安怎讲，就是讲，互咱会当知影讲，其实咱毋若会当用汉字尔啦。我顶届有讲着讲，其实无汉字敢袂活伫，敢袂用伫食做一个人，还是讲就无伊的语言就无通写字。我感觉这样代志是一个。咱互市民惯死了，拢袂去思考的代志啦。毋过事实上，其实无汉字嘛会当活，嘛会当发展出咱家己的文化。像即个韩国人、日本人甲越南人，以早虽然拢是吸收所谓东亚大陆因遐来的文化甲文字，毋过尾手因拢发展出家己的文字甲文化算是理路啦吼。譬如讲，咱就是即个啥肉粽节，咱肉粽节咱拢爱食肉粽，毋过中华民国教育就是甲咱讲，迄就是中国的迄个啥物屈原，伊迄个故事安怎拄安怎。毋过其实咱知影讲日本，因毋是日本越南，因嘛有肉粽节，因的肉粽节就真正是食肉粽。伊嘛有家己的故事，都毋是中国迄套啊。所以文化的话语权呐，文化话语权是咱掌握伫咱家己台湾人的手头，咱会当家己决定。所以莫戆戆啊，对因中国的神话、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历史去思考，咱会当有家己的主张、家己的主体性。这嘛是我想要做即款的直播，想法啦，就是一个真简单的想法嘛无想着讲一定爱做甲像一般的迄个什物 YouTuber 迄款我尔请人，只是干若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若准讲咱所有的台湾的 YouTuber 是讲在做即种影片的，拢会当全部拢台语，大家拢是用台语，互全世界的人拍开 YouTube。点入去咱台湾的 YouTube 的频道，就知影这是台湾人，因在讲台语，还是讲因在讲台湾的语言，不管是客语还是原住民语嘛好，一看就知。安尼咱就真正建国成功啦。国家体制的独立，去做一个属于咱的国家，迄是上尾一项代志。迄是一个对国际、对外口的人宣布讲，就是咱就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上尾一步。毋过
咱家己台湾人爱有家己的主体性，咱讲的话，咱表现的文化，咱的思想，就是咱家己选择用咱即个土地顶悬生活的人的语言，安尼就是第一步的建国啊。嘿，这是我简单的想法。重点是，咱就莫是讲中国话啊嘛，你莫讲啥物台湾华语，啥物是华？你去查书典，你去问外国人，你写即字华是啥物？就 Chinese 咩？搁讲对无？好，好，咱就即种物件，其实我感觉这就毋免搁加讲啊。其实你若较有咧思考的人，其实你想想咧就知影，迄足紧，毋免想遐济啦。所以就是重点就是咱就是爱用咱的家己语言来过生活嘛。中国语、中国文化迄种物件，迄是外来的啊。这对咱来讲是足清楚的代志。顶届就是咧写头前第一趴的时阵拄着迄个电脑，我进前是用迄个 notebook 在处理直播，搁同时搁爱放后壁影片，搁爱写字用迄个这叫做啥画图板啊。即届就是用主机啊桌顶的主机来处理，应该是会较顺利。毋过就是嘛是爱试看觅啦。毋过咱就是共款就是为头开始啦，重新搁来一届重来一届。迄个内容的部分就听我念啦，我念写互大家看，互大家会当为声音听着声音，看着我手写的字，你就知影原来是安尼写。其实先毋免伤济压力啦，简单学，你听声音，就是豆来看我安怎写啦咱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红牡丹就是这本册名。这篇文章伫咧写啥，就是咱豆读就知影，再来看啦咱头起先看这个红牡丹红牡丹安怎写咧？来，我先点一个。好色来，咱看画面顶悬红牡丹红牡丹那中再用这个连字符甲连起来。手写帮也是爱开一寡时间关系红牡丹是安怎？这乌顶悬有一粒有一点这其实你若是用，这是咱传统白话字啦白话字白话字JI 这 J 应该爱顶悬是一点啦。因为手写的关系，就是定定都会安尼一点。白话字啦这种是咱所谓的传统白话字伊的乌甲乌有两种写法。乌就是一个乌读音就是较扁较扁着。咱台语你若要发音较正确还是讲较有分别，就是一个乌就是发咱台语在念的时就是读比如讲啥蚵仔煎这蚵仔就是一个乌的蚵仔涂骹咧
种伫咧涂骹迄是蚵仔，蚵仔甲蚵仔，其实是无共的音。啊，北部的腔啦，北部的台语就是真济拢会甲蚵仔甲蚵仔就是读甲足相像足相像。啊，这有原来是腔口差啦，啊有一部分是可能毋知影的人，毋知影这中到底精差伫倒位的人，可能就是甲毋对的读做叫是迄是正确的，甲蚵仔读做蚵仔，啊，你久了你就敢若毋知要安怎分啊，较无咧分，就会变安尼，所以是蚵仔甲蚵仔，蚵仔甲蚵仔，啊，你若是去其实教育部有一套所谓的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啦，因迄套内底就是有甲一个 O，甲两个 O 啊分开写，互你就是伊写两个出来啦，啊。白话字这套是已经有150档以上的文献，甲这历史发展啦，伊嘛改版过几啊摆，教育部这套是2006年的时阵，才决定的，所以若准讲你想要读较济文献，古早时的文献，无一定是宗教的文章啦，迄当阵台南府城教会报就是已经有。全世界一寡要紧的新闻，比如讲这 Titanic 伊弄着冰山啊沉落的时阵，一条新闻嘛有记录伫台南教会广播社的报纸内底，嘛是用白话字记录的，所以其实直接学白话字对你来后壁后一步要搁学白话字甲台语的词。其实是较有帮助，直接学白话字，较毋免阁无采时间去转换教育部甲白话字即套啦，这是我的看法，互大家参考。好啊，我甲这画面是啊，然后即摆用这会当叫做中语叫做橡皮擦 eraser 台语会当叫做虎啊，还是漆啊？七的，漆啊，还是虎啊？OK，漆啊，还是虎啊？这有无共所在，就是有无共的讲法啦。台语其实有足侪即种状况啦，就是讲一个物件，毋过伫台北、宜兰，还是台中，还是台南、高雄、屏东，可能拢会有无共的讲法，这是真事实。所以咱咧学台语的时阵，就是爱有即种意识啦，就是讲真正语言的多元性，语言本身就是有足侪变化，就算是同一个国家、同一群人，因住伫无共的所在时阵嘛，有可能发展出无共的讲法，同一个物件。所以咱要先有这个意识，无一定，就是讲，嘛毋是无一定，就是讲咱若开始会当安尼去思考的时阵，就毋免受所谓的中国话，一定要统一一种正确。像安怎讲、安怎写才是正确的，无一定啦，无一定。咱会当像安尼去思考，看待咱的对待咱的语言，安尼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平等啦。按迄个，当然，这问题甲所谓标准化这样代志是无冲突的。标准化是方便咱在写的时阵，有一个较一致的写法。毋过咱看到这个字的时阵，就是爱知影讲伊其实伫无共的所在有无共的读法，无共的读法就无共的写法啦。毋过伊讲的是共一个物件，这就变做讲咱家己本身爱加学，爱对
家己的语言，甚至是全世界所有语言，要有足开放的，吼，较开阔的观点，嘿，好。咱拄则即个红牡丹吼，红牡丹安尼写，红就是红色的红，牡丹是一种花的名，吼。OK，安尼我甲即个画面，即个你较清楚。好，安尼咱来准备即个，咱来读这头一趴啦吼，头一趴，吼，先头一趴豆豆啊，我一句一改一句好啊。一句安尼读了写互大家看吼，写罗马字。哦，以前我安尼好啦，安尼就是我先甲第一捌直接甲读过了后，才一句一句写互大家看。好，来我先读吼，红牡丹，以前爱徛悬，为九份看家人港的海岸，远远半圆，看看那喷机喙。好天黄昏的时，海港外口的旧山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改成一块变魔术的大镜。港年的水就熊熊泛红，那无淡。即马罕伫徛悬看，因为溢伫心内底。家人港的水色永远青少，那红牡丹。特别是八岛的阿婆月梅，迄一日已经亲嘴甲我讲，因去找伊的时，港年的水色袂褪，嘛是红枝枝，若无淡。好，来头一句吼，以前爱徛悬，来，看等下以前爱，吼，你看手写就是定定拢会安尼拍，来 AI 啦吼，以前爱徛悬。吼，以前爱徛悬，吼，啥物意思？就是以早真爱徛伫个较悬的所在啦，吼，这真简单。好，第二句，为九份看家人港的海岸，九份就是咱就是中国话讲的九份啦，吼，应该嘛有人讲，这个九份、九份，我印象中是九份啦，吼，可能有的人是无共的，无要紧，吼，就是这地名的部分。地名甲人名其实拢爱看在地甲本人啦吼，本人伊自细汉人厝内人安怎号名，安怎甲叫的时阵，就爱照伊的，爱尊重伊因兜内底的读法，就是爱照伊的迄个声音去写吼。好，为九份看家人港的海岸，我则先写九份，若是有人是知影讲在地是安怎读较正确吼，则麻烦就是留话报互我知，感谢。为九份来为吼，这大本字，地名甲人名头一字爱大本字啦吼，所以爱 K 九份
看家人讲的海岸。为九份看家人讲诶海岸。吼，为九份看为吼，我即摆写即个UI 吼，为即边倒边点悬撇落来吼，撇为正边这是安尼是第三条这音调的第三条啊。九分点悬这是倒边，就是为正边点悬撇落来，撇为倒边这是第二条第二条，所以九分点悬这环的平平一条第七条为九分看这嘛共款第三条爱变第二条，看家人讲家人讲家人讲家人这个地名，我会记得就是进前上台语课的时阵，老师是甲我讲，就是家人这个地名，敢若是原住民的名原住民的话啦，所以嘛，毋是所有的基隆就是家人，就家人只是讲拄好甲台语的家甲人就是相像读起来共款，所以敢若因就甲这写做鸡，就是关家的迄个人毋过实际上毋是啦这应该是原住民的地名家人港家人家人港第二条海岸海岸就是海边海边过来后一句远远半圆，看看那笨鸡喙咱这两句做伙啦远远半圆，来我写远远，这是 N 啦第中这个拢是 N，远远半个圆，倒点远远半个圆，看看那笨鸡喙写伫后壁遮，看看那笨鸡喙好，来远远半个圆，远就是足远伫毋是伫身躯边是伫较迄边，还是讲较远，还是讲敢若目睭看会到毋过你要去到迄位，可能要开较久的时间，较长的路远，这第七条就是远较远，远远半个圆，半就是一半一半，半个圆，远远半个圆伫遐看看那笨鸡喙。
这是啥？徛悬哦，徛伫个鸡人港边啊，哦啊，远远看遐有一个半个圆，看看若粪机喙吼。即四句你就会当想象哦，这个画面哦，伊作者伫咧写啥？啊，我即摆才发现迄个第一个字爱大本字啦吼，大本字就是大写啦吼，以前哦安尼。看看好，安尼倒转来遮，看看若粪机喙，看吼，看甲尾哦，看甲下哦，尾还是下，应该是安尼啦，想毋对，哎，尾哦，这是腔口差吼，尾甲尾，尾甲看是倒变的意思吼，看就是足看吼，较长较看啊，较空看啊，尾就是足尾吼。这要安怎解说？就是中的空旷吼，你当用空旷去形容啦，空旷较矮就是空间较细，哦，较宽就是空间较大，吼、会当春秋会当伫内底叮当的空间有较大，嘿，宽甲矮，吼、啊，这后壁吼，后壁 PTHK 啦，吼，PTHK 这四个尾字，PT HK 哦，PTHK 这四个尾字的时阵吼，就是台语的调号就是两种，声调就大概两种啦，第四调甲第八调啊，哦，遮头前遮还未出现哦，就是这啦，尾吼，吼，这个顶悬这个就是这一点，这就是第八调吼，啊若无的时阵。哦，这真好分辨啦，就是 PTKH 头前，若是有顶悬一点的，就是第八条；啊，若无顶悬一点，就是第四条。哦，简单就安尼分。PTHK 哦，看看若粪机喙，哦，粪机就是咱扫涂骹，一个是扫帚，一个是粪机啊。看看若粪机喙，粪机喙就是粪机咧头前，吼，开开的迄个所在，吼。所以你即四句头前后壁即两句就是讲远远半个圆，看看若粪机喙，就你会当想象迄个画面是生做啥物款，这就是作者爱带你去想象的画面。好，好，咱继续后一句啦吼。好天黄昏的时，海港外口的孤山，好来，好天，哦，共款就是这是另外一句啊，新的一句，所以嘛是共款的大本字。好天，好天，哦，啊，这 N 是伫顶悬咯，毋是我写毋对，安尼我看会当甲写较爱甲遐尼歪错错。好天，哦，控制这个画图棒甲笔，哦，好天，黄昏的时，黄昏，诶，安尼应该是这黄昏第五条，黄昏的时，好，好天黄昏的时，海港外口的孤山，哦，海港外，这个写较清楚，外口
诶，什么龟山，哦，龟山这都是，这应该算专有名词地名啦，吼，你会当甲写大本字，龟山，好，好，好天黄昏的时，海港外口的龟山，吼，啊，这个黄昏啊，黄昏就是日头要落山，迄当阵，哦，黄昏，这条歌的黄昏的故乡，这应该是咱台湾人拢至少拢知影啦，吼，因为这条歌实在是足出名，足好听，吼，黄昏的时，海港外口的旧山，吼，表示讲，伊这个方向是看往倒一个所在，旧山就是伫旧山伫倒位？旧山伫咱台湾岛的东边，吼，东边，啊，为基隆港看往旧山迄个方向，你就地图摕出来，你就知影讲伊是看为倒一个方向去。好，过来后一句吼，反射着，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好来，反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软诶。应该是一点就对了吼，时间定写好，等下哦。反射着软正的这日，好，这点管这点呢就难叫，好，安尼一点，好，OK。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哦，反射就是诶，为就是咱咧看镜啦，吼，咱镜内底看到的是咱家己的反射，吼，家己影的反射。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哦，软正就是无坚强啦，坚强甲软正两个是倒变的意思。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那这个爱应该是写得对。哦，真正是平常时啊，拢用手机啊拍字，就是写字的时阵，颠倒是调号定定拢毋知影讲爱放伫咧倒位，因为进前上课无介认真，啊拢无去记迄个正确的写法，啊变做讲拍字，啊拍字，咱若是用数字法，迄落手机仔的拍台语，啊也是讲信望爱数字法，啊伊拢你字母甲拍入去了，伊声调甲迄个数个就显示出来，你就毋免搁家己拍迄个声调，安尼久了吼，迄个声调拢袂晓写，所以定定嘛是爱练手写啦，嘿，好，反射着软正的西照日，哦，后壁一句咧，改成一块变魔术的大镜，哦，即句较长，哦，来，哦，这是一点，改成，哦，这是 G，哦，一
改成一块变魔术的大镜，变哦魔术的啥大镜，哦，改成一块变魔术的大镜，哦，啊，改成这个名词，就是你若看，你若是写中文的时阵，就是足趣味啦，吼。顶届我嘛有讲过这个代志，就是变安尼啦，改成一块变魔术的大镜。啊，你若敢读汉字的时阵，你会感觉哦，伊是起一块镜，用起的啦，盖房子，盖盖成一块变魔术的大镜，啊，就笑亏。所以是安怎讲，咱莫全部一直咧用迄个汉字伫思考，在写咱的台文，就是安尼啦吼。你若一直用汉字去写，你定定拢会互汉字甲中文的迄个意思甲理路就是交叉。你会感觉讲哦，啊到底这是啥物意思？啊，这台语是啥？就像你去读，有朋友伫网络顶悬讲啦，就是讲啊，是安怎袂使用汉字？啊，你去日本的时阵，就是嘛是看汉字看有会当用摇的啊，至少嘛摇一半对无？啊，毋过实际上就是讲，咱拢会讲好诶啦。咱要甲人要相争诶时阵吼，拢会讲好诶，就是讲啊，我看汉字我嘛读，我嘛摇有啊。啊，毋过实际上就是，你若去日本全部拢用汉字去摇诶时阵吼，你定定嘛会出，就是变做笑亏啦，就是你会摇毋对，你摇毋对诶迄个几率嘛诚悬。吼，所以这是啥物意思？就是讲。人伊诶汉字是对因本身语言诶理路去写诶，去经迄个字诶，毋是照中文啊。啊，你若是你伫台湾已经受中华民国教育自细汉拢是用中文啊，啊，你搁要用迄种理路，吼、去别个国家、别个有咧用汉字诶国家去要因诶迄个意思，迄无你较要有啦，啊，定定嘛会诚做笑亏互笑，吼、所以无一定爱挖靠汉字才会当理解其他的即种汉字的使用汉字的语言，就你着直接学迄个语言就好啊。啊，甲咱台语嘛是共款啊，你是安怎无爱直接学台语，把台语的声音用罗马字写落来，直接去理解迄个意思就好。啊，搁爱透过爱搁经过中文汉字诶意思理路去判断讲台语是啥物，这无影啦吼，这定定嘛是会走精去。好，啊咱搁转来啦吼，就是拄则读到这个反射着软正诶洗照日，改成一块变魔术诶大镜哦，这个改成后面好，咱搁后一句哦。降年的水就熊熊反红若无等哦，降年的水，降年这就是海港啦吼，拄则讲的迄个海港，降年的水，就是讲这会当写旧啦吼，啊，真正爱关系写一点，莫用撇的，熊熊熊哦
欢昂，那无等哦，好，降年的水到酒哦，倒也是酒，熊熊反红那无等，这倒酒就是汉字迄个酒啦吼。啊，其实敢若看迄个汉字，中文的汉字就是一个读音，啊，毋过其实台语吼，呃，台语会有足侪倒酒啊，搁有倒，反正就是有几啊个，所以你直接去学台语去了解讲，迄个倒还是酒还是倒，吼、要安怎用，啊，你就毋免受即个汉字的束缚，吼、这是另外一个例啦。好，啊，即句吼，我为头前读过来吼，我读一届安尼较会当较完整的理解啦。遮在形容迄个画面吼，好天黄昏的时，海港外口的巨山反射着软只的西照日，盖成一块变魔术的大镜。港里的水就熊熊泛红，若无淡哦，会当去想象，作者想要爱咱去看到伊头壳内底想象迄个画面，哦，后壁会豆豆仔讲是安怎伊会安尼去形容啊吼。好，咱搁刷落来，即马喊伫徛悬看，好来，即马喊伫徛悬看，哦，这个是新的一句，所以赶快大本字，即马，写了有够歹，好，过来即个，即马吼，即马喊伫徛悬看，是，喊伫，这应该是第四条才对，歹势，一点，吼，喊伫徛悬。哦，我看我游戏升到倒位啊？喊伫徛悬看，哦啊，拄则这 N 敢若无特别讲啦吼，伫这个顶悬吼，浮起顶悬的，浮起顶悬这个 N 吼，就是甲 O 吼，迄个理路是相共的，就是 O 一个 O 的时阵就正常写 O，啊，两个 O 的时阵就是顶悬加一点，啊，一个 N 的时阵哦，正常写，啊，两个 N 的时阵就是，比如讲A N N 哦 R 哦，是写伫个顶悬，浮起顶悬，这是两个 N 哦，两个 N 的意思。好，咱搁转来吼，即马喊伫徛悬看哦，为什么呢？因为一伫心内底，因为因为一伫心内底，哦，一伫心内底，一就是一恰生，哦，什么是一恰生？就是迄个
你可能食伤甜吼，甜的物件食伤济，也是讲伤久无食物件，你的胃酸会为你的这个这叫做啥？中国话是讲食道啦，食道啊这可能要看一下医学的名词啦吼。你的胃酸胃食吼，胃你的胃内底安尼倒翻出来，吼，倒翻溢出来，吼，这就是液车酸啦。啊，迄个液，吼，液就是这个因为液伫心内底，就是讲已经要甜出来啊，吼，伤满是讲伊反冲出来啊，液伫心内底，家人讲的水色，哦，好来，大本字吼，专有名词，家人讲诶水色，水色，吼，家人讲的水色，就是家人讲江内迄个水的色水啊，吼，迄水是啥物色？因为液伫心内底，家人讲的水色，家人讲的水色安怎来？我再用试的好无？这应该是上尾一句，对。永远生少，若红无单，吼，永远生少，走去倒位？生少，生少，哇，这一点下来，真歹写，安尼啊，生少，哦，乌啦，这是乌啦吼，若无单，好，啊，生少吼，生少。即句规句安尼念落来，伊讲永远生少，若无等啦吼。啊，即个词本身伊原调的读法是生少，哦，生少。啊，生少是啥物意思咧？这我其实无讲介确定，所以我可能爱分享，我爱查一下迄个找台语词典啦吼，我找一下，稍等吼。青椒，哦，青椒，青椒，若无蛋，若红无蛋啦吼，青椒，青椒，星屑素，青椒，若红无蛋，咱即摆会当看到画面顶悬啦吼，伊这解说是敢若是名词的款哦，哦。哦啊，即个伊青少，无青少，应该是第四条啦。青少，哦，遮无即条词啦吼，所以即个词可能是作者本身伊
伊有一寡想法，也是呃，像咱即届即个作者就是陈雷吼，陈雷医生，其实伊的作品内底定定会看到一寡伊家己创的词啦，还是讲一寡形容词甲名词的用法，或是会甲咱平常时用的无共款啊。这对伊来讲，迄是伊创作的时阵一寡手路啊。即个词可能就是像即马拄着即个词啦，可能就爱问伊本人，敢是有啥物特别的意思去要做伊的头壳内底迄想象画面的形容。啊，这无得靠，无一定是伊写毋着字，因为之前有参加过单位的读册会，线顶会当线顶找看觅有倒位有咧办单位的读册会当参加啦，就是讨论伊的文章的作品内底一寡用词，定定会拄着即个状况，所以。至少咱知影讲即个词是安怎写，即个词就是青石，青石，这是第四条，青石。遮我搁重新搁念一解啦，为头前开始就是，即马罕伫徛悬看，因为一伫心内底，家人讲的水色，永远青石那红无淡，好，咱刷落来是后一句啦，特别是八岛的阿婆月梅，八岛啦，毋是八岛啦，是八岛是即个八岛枵的八岛啦，八岛八岛，来，这是新的一句，所以头一个爱大本字。八条，八，特别是，特别是八岛，八岛，第八，八。啊不，这应该是爱大本字啦吼，八岛是第名，安尼。P 八岛诶，八八八岛诶阿婆，这规个名词可能爱写伫后一抓。阿婆，迄是月梅还是月梅？哦，这我毋知是啥物呢？月安尼月哦，阿婆月梅哦。特别是八岛的阿婆，伊的名号做月梅啦。八岛的阿婆，八岛的一位阿婆，伊叫做月梅。伊安怎？特别是八岛的阿婆月梅，迄一日已经亲嘴甲我讲过。迄一日
迄一大概这坐顶悬一点，迄一日已经已经清脆甲我讲过，好，特别是爬倒的阿婆原梅，迄一日，迄一日，已经清脆甲我讲过，即个讲过，后壁即个有两个连话啦，这是台语内底足特别的轻声，讲过，头前即个是爱读原调，讲过，这是强调讲，强调伊已经讲啊。连字符的词，这咱是有较专业啦，就是词类安怎分类啊，安怎去定义，安怎去解说，就是这建议大家会当去上较专业的进阶班啊，台语课，啊是这个台文读写班，线顶甲一寡社区大学，即马应该拢有在开课啦，当去上课啊了解一下，我遮就无加解说啊，因为我其实较无爱读册，我就是我知影我就是较直觉，会晓就会晓，袂晓就袂晓。好，毋过甲大家小解一下，讲这讲过这轻声是咱台语内底足特别的一种开口，其他语言真罕你有即种轻调。尤其是我知影是敢北部的台语真搁较济款因为就是北部的台语听起来迄个声调可能足低，敢若是诚济拢是轻声，这有影真深刻，会当开时间去研究，好，迄一日已经亲嘴甲我讲过，讲啥咧？讲因去找伊的时，去找啥？找这伊即马这个人也毋知是啥物人，所以咱后壁爱继续来读，后来因去找伊的时，因去找，轻声有我过来啊，伊的时，因去找伊的是因是一群人，啥物人？就是即个阿婆原梅甲伊的朋友也是讲因厝内人去找伊，这个伊是啥物人？即摆也毋知，即摆也毋知，应该是伫后壁故事内底会讲着。因去找伊的时，安怎？遮图点降年的水色袂退，我写伫下骹降年，遮搁有一个轻声啦，所以咱拄则自头开始，我看觅
一个、两个、三个，至少就三个用三解啦，第一趴内底就用三解啊吼。好，降年的水色的体，水色袂体，降年的水色袂体，安怎？为虾米？就是讲后一句，后一句就即趴上尾句，嘛是红旗旗若无等，嘛是红旗旗，歹势写毋对，喂，红旗旗若无等，好，降年的水色袂体，降年头前讲过嘛，水色就是水的色，水色要安怎解说？就是降年的水色，降年的海水，是虾米色？虾米红色的，还是蓝色的，还是青色的、绿色的，还是肤色的，色水，降年的水色袂体，这袂甲袂这敢若是即个所谓的泉州腔甲漳州腔啦，这就甲即个语言本身，为倒位来的，也是讲一定人是用啥物腔口在讲台语啊，袂甲袂就这是两个腔口，两种无共的腔口，拢会使啦，就是看你是用啥物腔，有诶。较少年辈就是伊较无咧分啥物全腔，就是伊可能毋捌，伊就是听着啥就讲啥，所以就是嘛是可能就人参讲，无特别去分，这嘛是无要紧啦袂退，退就是退出，无退就拍死袂退，退，上尾句嘛是红旗旗若无等。红旗旗若无等，你看有诶人捌听，应该是讲有诶人咧讲红旗旗，红旗旗，这会当查即个线顶诶词典，咱查看觅讲红旗旗甲红旗旗有相像无相像，还是讲有前差？来，我遮会当查互大家看，旗，第一条。旗，第一条，红旗旗，红旗旗第一条，这个词为日本时代就有啊，咱这个台语新词典1931年的，甲932年台语大词典，红旗旗，拢有收，所以表示讲这是以早就有咧用的词。红旗旗无一定是红旗旗啊，红公公、红旗旗，红旗旗，拢有人讲。咱这找台语词典内底有甲即个陈瑞生的作品，有足侪有字，拍拼就是甲陈瑞先生的作品，就是甲伊词日、甲伊的词拢嵌做一个资料库。所以你咧查即个词的时阵，伊就显示讲，敢捌出现伫陈瑞的作品内底，所以咱即马遮就有看到即个乡书簿记啊，陈瑞的乡书簿记内底有用1、2、3、4、5，至少有用5解啦，至少有用5解，表示讲这是伊足时常咧讲的词，红旗旗，好，咱。安尼今仔一趴你嘛是1点钟，差不多。
就是莫伤过有压力啦，就是咱一届就是就是一刷就好，重点就是用即个手写板来写互大家看，讲咱的台语的作品，会当用咱的台文来书写，小解互大家，怀疑就是我就是用我的用时间，就是来做，来安尼写，我的想法啊，是讲会当甲即本至少先甲即本用即种方式小解互大家，带大家来读写认捌咱的台语文作品，认捌咱的台文字，嘿，好，差不多就安尼，好，以上就是感谢大家来看我的影片，咱后回再见面，好，OK，好，再会，多谢。